好，继续来读第五集，因为迄个啥，会使继续读第五集，因为迄个伊拄则迄个直播就甲停去啊，所以好来读第五集是万历中中一点红，半暝出一个月，关马西自从按日本含雅信同齐坐船转来到台湾，先伫咧因老爸的大龙凤教堂协助伊讲道，因为店钱卖落来，就开始伫咧台湾各地巡回。有当阵啊，伫即个讲道，有当阵啊，伫即个教堂讲道，有当阵啊，伫迄个礼拜堂主持礼拜，甚至也有台北含台南的新学院，请伊去做短期的教师，讲授性质，便若到一个新的所在，总是着佫拄着伫日本读册的老朋友，大家啉茶食饭，讲来讲去，天南地北聊个没完。天南地北，是讲东讲西吧？天南地北，天南地北，应该就是讲东讲西讲袂煞吧？天南地北聊个没完。东东西西，进前啉茶后，伊总是爱替人，伊真爱替人祈祷，因为真侪年以来，大家也惯习，所以朋友也袂感觉囂气，见怪不自在，因为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。真侪年啊，遮尔侪年以来，伊也惯习，伊想杀。惯习就好。对啊，两个是共款的意思啊，惯习啊。所以两个基本上是共款的。自从雅信到台北病院做医生了，关马西总共来病院看过伊2届，讲道的时阵顺续来看。头一届是伫咧雅信去屯仔骹做医生进前，迄一届关马西甲昆雅信讲，林中秋就要结婚啊。对象是台南一位姓连的好野人厝的第2查某囝，台南我毋知影，我毋知。布户人家还是蒙族，照你读当然我就讲是 OK 啦，蒙族。蒙族。民望家，有民望的人，还是民望家，大家族，好野人兜，可能讲好野人兜吧，好野人兜的第2查某囝。因丈人爸是位出名的诗人兼历史家，迄个查某囝也真有学问，又阁生得真水。本正林中秋伫咧台湾电力公司正头路，好端端的工作，好端端的可能是标再生爸，这个是伊讲迄个再生爸，敢若是伫戏剧内底，敢若是因为林中秋细汉的时阵，因老母无去，后尾也敢若过互因仔叔啊，因仔爸。
所以再生父母，所以再生父母，林欣珍就着急啊，伊有熟识连家，就主动替伊做媒人。连家听讲是日本瓦西达大学的电机工程毕业的，伫咧台北阁有一份好头路，加上林中秋又阁生甲一表人才，因也就答应啊。颠倒是林中秋家己阁圆湖丢毒袂煞，奇奇爱爱，应该是，这就是林中秋有介意曲雅信，啊，毋过小说到现主时还未看得，即马可能即马才开始要讲的款吧。犹豫不决，这个奇奇爱爱应该就是，我感觉就是滴滴嘟嘟圆哦，讲袂清楚就对啊。经过林欣珍再三催促，因为毋愿切到温情人的意思，林中秋才勉强接受。雅信听完关妈说话，心肝头有一阵毋知是甜还是酸的滋味。想起着林中秋伫咧日本向伊求婚，敢若因为共姓，叫拒绝的往事后摄互关妈说知，就缀做无意无意的表情，甲话题射去别所在。医生又甲话头射去林中秋的身上，说讲林中秋含伊个新婚太太，谈女性新婚女性。伫遐拢讲新婚的，拢讲直接讲新婚。那个新婚的词，拄结婚，新烘炉新地鼓，所以新烘炉新地鼓。关妈说讲。关妈说讲林中秋含因某，虽讲讲是新烘炉新地鼓，煞无美满。好野人祖囝平因后头厝的名望和财产，是非常的晒太哦，十分任性泼辣。所以等于是用压落底就对啊，任性泼辣。任性三性类，爱三型，老三型，啊那泼辣，泼辣，切，塞破，三八车。红人车，车白白，结束。我感觉是塞破可能。当然，其他车白白遐是有不哩啊具体什么货嘛？那就任性泼辣，车白白，可能就是真牛塞性地个塞破晓，还是塞破真牛塞性地，还是安怎？所以三明治这差不多是这意思，啊就是拢会使有小可欢意啊。定定因为细项代志，就含林中秋冤家，变啊讲袂好势，就下意下得，晓不？一言不合就甩碗丢块吼，就是碗箸摕来弹嘛。所以当然。这是碗和箸嘛，较细项，啊那倒甲意就较大项就对啊。所以讲若袂下就拼碗拼箸，母甲规家口啊袂当安宁，鸡犬不宁，而且佫定定是拍人话救人。3、5工就包花款款转后头厝，这母甲林中秋是真不准，定定就无想要转，就伫咧外口狂吃烂，就定伫外口。关妈说，想要惊关妈说几句啊安慰的话，但是佫袂输，哪饲隔年后要吐的，毋是小说内底
就活来啊。讲其他的代志，讲去别，无搁看到关妈生来台北病院找，即一工要暗仔，若是看完病人，拖规身躯，拖着疲倦的身子，若是看完病人是已经忝歪歪啊。长长的巷路行完了，才拄踏出病院的大门，想要按绑家厝里行去。小长头还是命面。对，了代志啦。看你行路行较尼紧，了了就甲笑面规个收开，顾右盼，惊叫人发现了是安怎？左顾右盼。头壳换来换去咧看，看到头前是公园，就继续讲。病院内底人伤济歹讲啦，公园内底人较少较好讲。咱做阵来去公园，咱做阵来去公园一个安怎？啥款？而且安怎款？咱做阵来去公园一个啥款？若是观察到关妈生口气含面子代志，一定爱含伊讲。所以也无回答关妈生，就敢若用目睭指示伊先行，就对后壁，沿路来到新公园的路口，就是所以台北病院现主是伫咧迄个公园路的东边迄带嘛，因为公园路的西边这边就是新公园嘛，迄站是台北病院站嘛，台医院啊哩。入去新公园的大门，就看到迄个。就看到迄栋东绿色院厝顶的博物馆，博物馆的头前有种一排椰子树，树仔骹是一片青绿绿的草埔。关妈生就带领雅信行进前，行对伊迄个草埔，等一个踏着草埔仔，就甲骹步放慢。遮离门口有较远，嘛较清静，免惊有迎人来搅扰。关妈生就总算停伫咧一丛椰子树骹，直拄直就对雅信讲：“林中秋破病到要死啊，伊真伤你，叫我来请你去甲看一下，这下就好啊。”听完关妈生所讲的话，雅信袂输去互雷公敲着，一时之间煞规个工气无在了叮当。经过有一困啊，才恢复知觉，紧问关妈生讲。啊是得着什么病啊？啊无听见破病啊，什么念伊要死啊？哪有什么病？就是出去外口乱食乱啉，得着落屎症，食药也无采工，逐工着落屎巴肚疼，瘦到剩一支骨啊，就要死啊！你着赶紧甲伊看一下。哪信一半面红一半心疼，这应该是，伊面红是讲，等于是可能是有情人，无度。变灌血，啊！个上面是，我是又个面红又个心疼，一直看涂骹的青草啊，望着地上的青草，一直向青草埔，一直向涂骹的草埔啊，也毋敢抬头看关妈生。等到关妈生佮中学骨落解林中秋对伊的请求了，伊才微微啊打头对关妈生讲。不是个人就已经结婚啊，也有某，若去看伊，伊心肝敢袂颠倒艰苦？袂啦，人就要死啊！佮管了，关妈生安尼讲，爱某若看到我，敢袂生气？哪是安尼问？袂啦，你着做去甲看，当做古早朋友也好，当做即摆医生也好，而且因某3工2工无伫咧厝，无一定去嘛，无一定会看到伊啊，无一定会去看到伊。即个语法，无一定会去看到伊。去嘛，无一定看会到伊。反正都无3工2工无伫咧厝，我一定看会到就对啦。关妈生安尼讲，啊，若看到是要安怎？那是悠然诚不安地咧讲，啊，看
看到就看到，哪会安怎？不离哥，我想安尼也是无较妥当咧。不离哥，我安尼想，也是无甲偌妥当。你真正即个语，伊想要表达台语，啊，毋过就是迄个台语，安那，实在真奇怪啊！好啦，毋过我安尼想也是无甲偌妥当。官妈生袂输嘛，敢若有淡薄仔同意，伊就先一包久啊，才拍一下手底啊，讲啊，我想到啊啦，煞袂晓叫尤其对你做阵去。第一嘛较有伴，第二嘛较在当。果然过3工了，等到礼拜日病休困的日子，咱先就带尤其按官妈生写互伊的住址，联络找到林中秋的厝里。原来林中秋住的是台湾第二会社，配合伊的高级日本宿舍，伫咧台北英桥迄一带。英桥应该就是较早什么高定区啦，遐有一个英桥国小，所以就伫迄搭遐附近。面对石头石软磊落，分配互伊的高级日本宿舍是伫咧台北英桥一带。面对迄个石头诚多，佮达不时打哭的新店区，咱是南有去入去迄个开的2扇大车门，行一段石头路来到另外2扇细地车门进前，迄个车门关咧，需要市电铃叫内底的人来开门才会当入去。咱先顺的去市电铃，伊料想林中秋因某可能会出来开门。但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门房，顾门的门房，迄个对汀州路遐，敢若有一寡日本厝的款。门房。顾门的，顾门的，出来算是一个70岁左右的顾门的。咱先向伊通灵报信，咱先报伊的名，互知了，迄个顾门的才开门，互伊含有去入去。才拄行完迄个弯弯翘翘的，感觉水泥路、阿门头路，才行完迄节弯弯翘翘阿门头路。早着一位50岁左右的祖干徛伫咧玄关门口埕，那是门口埕吧？还是玄关？讲啥？玄关护顶，迄个位置无毋对啦，用护顶会使无？门压、门骹口。门压、门骹口，燕空，张龙教是讲燕空，是照迄个日语的读念法，改写做罗马字的地方，这嘛是一种方法。燕空。早着一位50岁左右的祖干徛伫咧燕空，等恁烫下替因带路。迄栋真阔的日本宿舍，看起来是真凄凉，又阁清幽。有一阵的冷风暗袂赴问迄个祖干讲：恁中秋先生有伫咧无？伊伫咧宿舍后壁，我著要带你去见啊。迄个祖干轻声细细，也真有礼貌伫咧讲。伊的身上阁闻会到有淡薄仔药水味。等于3个人行伫咧弯弯翘翘的插帮龙木板回廊，伊一定到日本厝啊，因先烫下嘛，才去嘛。所以迄个日本厝就是回廊。走廊行路，踅来踅去的行路，还是弯弯弯弯的行路。穿肠、拍骨顶、拍顺顶、走马，
走马路，当因三个行伫弯弯翘翘的茶房走马路，我是搁伫迄个左间的后壁，轻轻仔问讲：啊，太太敢有伫咧？迄个查某间停骹，洗番头，冷冷仔回答讲：无，伊真罕咧伫厝里。迄个宿舍后面是一座日本式的花园，有小桥、石汀，阁有一窟一池静水钓满落叶。这是伫什么时阵啊？树啊，拢大概规口边无咧扫就对啊。水面颠倒，水面无在条反溢出一寸的蓝天也是白云。准讲园里有种真侪矮古的青啊，七里香、紫丁和杜鹃啊，紫丁香是毋是？紫丁是什么树啊？紫丁，伊迄是敢是种，我会记是紫丁香，啥物款去了？千枝式的香花，我会记得是一种丁香，紫丁香。紫丁香，就敢有一首中文歌内底就一个什么紫丁香香，直接就是讲紫丁香，紫丁。说因为无人照顾，煞颠倒打连，无啥了无生意，无啥气力，还是无啥气势。了无生意，孤打去，打人去。你袂使吹一个，可能家己再去拍一次，因为这一载佫袂短，袂少的。这个花园有淡薄仔活力，但是等甲迄几只触鸟飞走了后，花园就佫恢复原底的恬静和幽韵。林中秋提病的隔间拄对这个一幕的花园，伊摕伫咧榻榻米顶悬，头是枕在乌鸡的白枕，摕伫咧榻榻米，倒伫咧垃圾的白色枕头，盖一领焦撇撇的旧毯仔，枕头边是一堆有诶空诶，还是满诶药罐仔，骹边是三堆乱七八糟诶册和杂志，眼神就跪坐伫即个隔间诶另外一边。离林中秋有五尺远，含伊伫咧开讲，漫不经心，就是凊彩讲就对啊。漫不经心，不经心，两行哦，凤凰，金凤，凤凰，汉刀人，画画，无惊心，无惊心，绕车，梦，天天，脱画，梦仙，两公，线仙线形，一凤凰，这当然毋是迄个概念。天天，因我是即个时阵，甲伊也无啥物种诶，所以嘛无得讲啥，所以就是凤凰、两公、
无咧记到，无细字，可能反正是无意无意嘛，无度讲啥物话吧。三句来两句去，迄个组干也颠倒真捌代志。伊看准讲，有雅信面对林仲秋伫咧下面讲话，尤其煞袂顺啊，尤其煞点字字，跪坐伫咧走马路边啊，对花园发愣，放空，还是，反正是伊也知影是迄个无创啥的，伊是要来迄种的发愣诶。硬神甲戆神是无共，发愣。好啦，即段读来差不多啊。好啦，着对方咧戆神，着来到有气的较接后，点点啊，伫伊耳孔边讲几句话，有气着徛起来，对伊去头前的厨房。所以即个计景就敢若剩雅信和林仲秋两个人，气氛一时之间变甲自然又搁亲切。好啦，可能。即一集是敢若超一半年了，差不多。好啦。